基本上咧，鼻咽癌係絕對可以根治嘅，尤其是啲早期啊、中期，甚至係啲局部晚期嘅鼻咽癌咧，根治嗰個比率咧都係非常高嘅。其實可以咁講咧，基本上鼻咽癌醫好嘅機會咧，比起同期嘅其他癌症其實都係高嘅。治療鼻咽癌咧，通常用電療，即係放射治療啊，係啊。點解咧？因為咧，我哋鼻咽癌最常見嘅組織叫未分化癌。咁未分化癌咧，基本上咧對放射治療，即係電療非常敏感嘅。即係簡單咁講，電療係可以好有效殺死個癌細胞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都會用呢個電療作為一個首選嘅治療方案啦咁樣。咁如果係一啲早期嘅鼻咽癌咧，基本上我哋做放射治療就已經足夠㗎啦。但係一啲中期或者中後期嘅鼻咽癌咧，通常我哋就要加埋同步嘅化療啦，又或者先做化療先，等個腫瘤縮細咗之後咧，先至再做同步嘅電療化療，咁個效果就更加理想咁樣。咁要做電療咧，我哋要做啲準備功夫嘅。咁我哋通常咧就要個病人咧做一個模型啊，係啦，固定佢個頭同頸嘅位置。因為咧呢個成個電療咧個過程咧，整個嚟講咧，差唔多係6個星期至7個星期嘅電療嘅時間。咁我哋咧就要求呢啲病人咧，就係每次做電療之前咧，就要戴住呢個帽啊，等佢固定個頭同頸嘅位置，就唔會周圍喐啊。因為如果周圍喐嘅話咧，啲輻射或者 X 光咧就會射錯隔離，就好危險㗎啦。做咗個模型之後咧，我哋就下一步咧就做一個我哋所謂電腦掃描啦。就要帶住個模型嚟做嘅，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咧就通常都要安排個病人咧做埋個磁力共振，因為磁力共振咧比起一般嘅電腦掃描咧就更加準確，可以睇到嗰個癌細胞咧究竟個腫瘤有幾大啦，有冇侵蝕到附近嗰啲軟組織啦，甚至去到骨頭啊咁樣，同埋頸部淋巴核嘅情況咁樣。跟住醫生咧就會畫位，畫低嗰個腫瘤個位置啦、大小啦，同埋頸部淋巴核究竟有冇擴散啊、轉移啊咁樣。咁我畫好晒呢啲位之後咧，基本上咧我哋就會請我哋嘅放射治療師去計算嗰個電療嘅劑量，確保咧我哋要俾個好足夠我哋嘅根治性嘅劑量去電嗰個鼻咽嗰個腫瘤同埋頸嘅淋巴核啦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要想避開一啲唔想電嘅器官，等佢哋免受一啲即係過量嘅輻射啊咁樣。我哋個頭同頸嘅位置咧，好多好緊要嘅器官，我哋要避開佢嘅。譬如我哋個腦幹啊，係啊，因為腦幹基本上係個腦最緊要嘅一個即係器官啊。如果過分照射個腦幹嘅話，有機會導致個人癱瘓啊，甚至有生命危險啦咁樣。咁另外就我哋想避開嘅嘢就係個脊椎神經。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過分照射個脊椎神經有機會導致癱瘓啦，又係啊四肢無力啊咁樣。另外啲器官或者組織，我哋都想盡量避免嘅就係我哋個視覺神經線同埋視交叉，因為如果過分照射個視覺神經線咧，亦都有機會影響個視力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個耳仔啦，個內耳中耳啦，因為咧都希望咧嗰個病人嘅聽力得唔會因為個電療完之後咧就大幅下降啊咁樣。最尾我哋仲要想避咧就係個口水線啊，咁就希望個病人嘅口水咧得以保存到。我哋做完啦嚇，幫你除翻個帽先。OK，完成啦。如果係一啲個所謂好晚期、4期或者復發嘅鼻咽癌病人咧，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可以做翻化療之外咧，我哋就可以喺化療嘅層面上再加埋做免疫治療啊。但始終病向淺中醫，及早發現對根治鼻咽癌非常重要。如果係越早期發現，固然個醫好嘅機會就越大啦。咁所以嚟講，真係要留意身體嘅變化。70%嘅病人佢第一次發現嘅時候咧，頸嗰度係出現一個腫塊。如果一個痰火核係整極都唔退，甚至越整越大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危險信號，一定要盡快去睇。另一個最常見嘅病徵咧，因為佢鼻咽個地方嚟講咧，咁如果佢係當個腫瘤有啲嘅分泌物流出嚟嘅時候咧，咁呢個痰中後面嘅痰帶血，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嘅病徵。第3個常見嘅病徵咧，就係覺得個耳仔係會耳鳴或者係聽得唔清楚。點解會出現？點解同個耳仔有關係咧？就因為係有一條管係由鼻咽帶到中耳。如果喺鼻咽有個腫瘤塞住呢條管嘅時候，就會出現耳仔嘅情形。咁到真係好後期嘅病人，先會出現頭痛啊，或者神經線嘅破壞。咁所以希望市民係會留意自己嘅身體，要盡早睇醫生。